日日返工返學，困喺冷氣房，又頭暈又唔精神。其實你需要嘅可能只係負離子。你有冇發現去完山邊海邊之後，好似人都精神晒？因為呢啲地方就係充滿咗被稱為空氣維他命嘅負離子。負離子可以活化細胞，提升免疫力，仲幫你對抗空氣中嘅病毒同污染物。都市人時間緊迫，根本冇時間到郊外呼吸新鮮空氣。Me-Light 負離子燈將大自然搬入你屋企，一開燈等於開啟清新空氣模式。唔同空間需要唔同嘅燈款，無論係台燈、吊燈定掛牆燈，都可以根據你嘅需求同埋空間大小，選擇最適合嘅設計，確保選擇嘅燈具唔單止靚，仲具備高效負離子釋放，為你嘅空氣質素加分。研究指出，當室內負離子達5000至5萬 ppc， 免疫力明顯上升，仲有助改善失眠、集中力不足等等嘅都市病。書房開住負離子燈，讀書工作都更加集中。睡房用負離子燈，有助放鬆神經，改善睡眠質素。小朋友成日喺屋企，負離子可以減少空氣中嘅過敏源，保護佢哋健康成長。使用時記得放喺空間中央，定期清潔，保持燈效發揮至最佳。仲可以中和電腦電視所產生嘅靜電，保護眼睛，減少灰塵聚積。無論你係休息、工作定係陪屋企人，佢都靜靜咁守護你同你所愛嘅人，一齊呼吸得更自然、更舒服。想隨時隨地享受清新空氣，即刻聯絡 Me-Light 精緻照明，了解我哋嘅負離子燈，為你嘅家居注入大自然般嘅潔淨同舒適。